喂，敢若无声呢？我有声。喂，喂，一二三，喂，有，有。你也无声，无听你。喂，圣经内面有三项事，重要信息，我命真理，也有信心，茫茫人来，其中最大的就是我。好，咱即摆阁献开圣诗307首。当圣神伫我的心，当圣神伫我的心，我要学路子，亲像早时代笔王。当圣神伫我的心，我要学路子，亲像早时代笔王。我要学路子，我要学路子，亲像早时代笔王。我要学路子，我要学路子，亲像早时代笔王。我要感谢主，亲像早时代笔王。当圣神伫我的心，我要感谢主，亲像早时代笔王。我要感谢主，我要感谢主，亲像早时代笔王。我要感谢主，我要感谢主，亲像早时代笔王。好，咱即摆阁献开圣诗140首，耶稣的手扶持我。第诗篇89篇21节安尼讲，我的手要常常甲伊伫地，我的手骨也要坚固伊。这首歌是作词根据这个经节所写出来。伫咱的生活中，难免会去拄着忧伤、艰苦、软弱、失志的时。加在咱有主耶稣，伊时时伫保守看顾咱。只要咱愿意将咱的心交托予主，咱就会得到平安喜乐。因为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的行进，亲爱的平安了我，我灵魂安宁。温柔天堂的声音，我心有梦，地海共腾动光明，熊熊安慰是我，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安稳的行进，亲爱的灵人。
做我通解，有伊个遐路线，会是一个路往西，拢要予我有错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帮我的行进。你爱那银行叫我，我们欢爱你。因为有主有通倚靠，咱就会通欢喜，心就安然自在。心安然自在，因为我有主耶稣，伊是我的顶牌，我的保护。日是伊在看顾，暗暝保庇，伊是在我听我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主的做伴。哈利路亚，主安慰我。哈利路亚，我心安然自在。我要大声吟诗感谢，感谢我的主。对头，搁开始。心安然自在，因为我有主耶稣，伊是我的顶牌，我的保护。日是伊在看顾，暗暝保庇，伊是在我听我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主在做伴。哈利路亚，主安慰我。哈利路亚，我心安然自在。我要大声吟诗感谢，感谢我的主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主的做伴。哈利路亚，主安慰我。哈利路亚，我心安然自在。我要大声吟诗感谢，感谢我的主。我要大声吟诗感谢。我要大声吟诗感谢，感谢我的主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过一礼拜，过会当看到大家来到进入上帝的面头前，咱要来同齐来遮敬拜吼。敢若最近安尼，
毋若敢若疫情吼，啊，佫侪社会一寡问题吼，感觉安尼拄着遮尔济代志吼。毋过咱是主耶稣的囝儿，无要紧，来到主的面头前，吼，主拢会相信咱大家平安。咱伫早起时的礼拜日，咱要搁伫个遮来同齐来上帝吼。啊，要做礼拜之前，咱大家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。伫圣的主日，阮会当过来到你面头前，要来朝见你。祝阮用欢喜的心，要来甲主你相见。愿阮所有的敬拜，阮的服侍，拢要伫你面头前，诚做芳芳的坐来，互你欢喜。主啊，帮助阮，虽然阮即摆社会有侪的事来颠覆阮，来诱惑阮，侪的罪恶伫即个社会中间伫发生。总是主，阮知你是掌权的主，所有的代志拢伫你的手中。主，阮是你的囝儿，阮知影伫你的内面，阮有平安，因为你有讲，你要将真正的平安来享受伫阮，互阮踮伫即个有罪的世界，阮无惊吓，阮拢伫你的保守下面，敢若亲像一只羊仔，牵到伫青翠的草边，阮伫你的面，伫你的内面，阮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，伫遐安全自在。主啊，阮伫即点，阮要伫你面头前，阮要来敬拜你，愿阮开声来学乐你。阮用阮的感谢，用阮的学乐，拢要献伫你面头前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搁组织在遮。咱即摆来献开圣诗187首，这是即个月圣诗吼，咱拢足熟，咱唱一摆就好。伫圣经内面有3项诗。伫圣经内面有3项诗。重要信息，我名真理，有信息，毋茫人来，其中最多的就是忍耐。好，咱即摆搁来献开圣诗307首。伫圣神伫我的心，当圣神伫我的心。当圣神伫我的心，我要学落主，亲像早时代平安。当圣神伫我的心，我要学落主，亲像早时代平安。我要学落主，我要学落主，亲像早时代平安。我要学落主，我要学落主，亲像早时代平安。好，搁一遍，感谢主。神伫我的心，我要感谢主，亲像早时代平安。当信心伫我的心，我要感谢主，亲像早时代平安。我要感谢主，我要感谢主，亲
就早时代平安。我要感谢主，我要感谢主，亲像早时代平安。好，搁刷来，咱会献开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。伫诗篇89篇21节安尼讲，我的手要常常伫你的，甲你伫地，我的手骨也要坚固伊。这是这首歌作词根据这个经节所写出来这首歌。伫咱生活中难免会去拄着侪侪忧伤、艰苦、软弱失志的时。加在咱有主耶稣，因为伊时时保守看顾咱。只要咱愿意将咱的心交托给耶稣，耶稣的手都会时时扶持咱。咱来唱第1节、第2节。耶稣的手。